即嘛因为日票变薄，真侪人拢会去日本佚佗，在地观光变甲真兴。伫日本真出名的连锁店唐吉诃德，去年的收入就增加12%。这间店毋但日本人称在去高官，嘛真受外国游客欢迎。行入去店内，看到真侪外国游客伫咧内面踅。日本有名的连锁零售店唐吉诃德，逐工拢有真侪国内外的人客来交关。I bought a coffee cup for my mom, a fan, some Godzilla chopsticks, just a couple toys, stuff like that for home, just to kind of remember the place. 就伊卖遮尔侪物件，只要70块美金，差不多是大票2000日。有真侪外国游客讲有够俗，因为即马日元盘，去日本的旅客创纪录，也推动销售成长。去年母企业环太平洋国际控股旗下包括唐吉诃德在内8个連鎖店，营收的成長差不多12%。いろんな商品が並んでて、お客様がこの商品を買いに来たっていう目的の商品じゃないものをついつい買ってしまう。買い物のこの楽しさというか宝探しみたいな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が多分ドン・キホーテが他の小売業と違う、買い物の楽しさみたいなところが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他の小売業と違うところ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店内一直放唐吉诃德的歌曲，四季拢会人看到跳舞造型的吉祥物。唐吉诃德家己的姊妹品牌，伫咧日本加起来总共有501间门市，敢若是顶一个会计年度就新开24间，而且一个拓展海外市场，伫美国、加台湾、到泰国的亚洲各地经营110间店。靠着特别的商品加介绍的策略，提供敢若是初步的消费体验。唐吉诃德趁这边日本消费降级的机会，成做日本上大拍摄零售企业。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